乡亲继续来讲这个灵癌，只要提早发现治疗，拢无问题。但是伫咧化疗的期间，若要补充营养品，都要特别注意。美国有上新的研究，讲伫化疗的时阵，若补充维生素 T， 或者是抗氧化剂这的保健食品，颠倒会降低化疗的效果，甚至会反效果，这个灵癌会阁压起来。所以要建议灵癌的患者，伫咧治疗的期间，只要正常食食，都有够咯。照电讲做临床检查，就惊讲会得癌，因为国内女性上后得到的癌症就是灵癌。不过，美国纽约州水牛城癌症研究所研究显示讲，若是伫化疗的时补充维生素还是 T 这保健食品，会明显降低化疗的效果。在西医讲叫做交互作用，是它抵消原来药物应该要做的治疗的时候，所以造成原来治疗的效果不如预期的时候，所以等于让整体治疗的效果成绩变差。医生讲，化疗期间人会艰苦，患者会无胃口，袂少人会感觉讲，都要补充营养品，才有度帮助身体恢复健康。不过，国外研究显示讲，补充类红菜头素，还有维生素 A、C、E 的患者，若灵癌阁压起来，可能性悬出41%，追踪期内死亡的可能性悬出45%。大部分建议天然正常的一般的食物就好了，就是不要限制太多。第一件事情就是它要有营养，它有营养的时候，它自然就有抵抗力。那化疗期间要维持正常的食食，医生嘛提醒讲，化疗结束后嘛免特别食保健食品，营养若有照匀，加运动，自然就会健康。